Billion is already came to Taiwan and signed his name on Robot Express in 台语老厝。Nice。我是丁伟志，一个放假甲画图工作者。大概在2002年，我甲西来业会音乐家比利合作创作足侪作品，包括《Fugitive》、《Robot Express》，而且是其中画足侪插画作品。今年2024年，阮有一个全新的作品《Magic in Dawn》。这个项目由我来担任导演甲漫画制作，比利负责音乐甲效果音，阿武负责互动设计。阮甲大一大学进行 rendering 合作。马上运动会伫台北康总艺术园区来举行首演，这是一个巨大半球体，唔免 3D 物件的浸水式体验，模拟现代战争大力的冲击，甲未来300年左右世界生命渐渐消失的过程。伫这展览当中，我创足侪足细的细节，我想要互规个半球体的展场成做一个无基地卫生立体。另外，这个计划嘛要甲 TDAL 合作，这个作品甲 model 甲环境拢会当伫 TDAL 顶悬找到。即马，互我来了解这个作品的 model 制作过程甲环境制作的思考。2019年以前，我未进入漫画产业的时阵，我主要用纯手工用铅笔来制作媒材，一张所的创意甲想法，拢伫这作品内底发展出来。这作品嘛，制作我日后画漫画创作灵感的来源，特别介意画出丰富而且有足侪细节的张数，刻画立体感甲细节是我的特色。自2019年开始，我开始参与电影环境的制作，包括北界、决定未来甲未来的 Express。当时伫军中，我阁画足侪概念图，这概念图嘛为未来电影环境制作奠定了基础。以 Modules 做基础来读环境的基础。同一年，我嘛开始甲比利合作，进行了 Fugitive 的制作。Fugitive 的制作过程非常传奇。上开始，我的目标是制作一个漫画 MV， 但随了赞助者愈来愈大，这个项目愈来愈大，最后成做一个完整的电影。我摕家己的电脑来进行 render， 经历2台电脑的破销，最后甲规出电影 render 完成。这是一寡 render 过程的 capture。你通看每一个环境 render 的时间，拢是一天起跳。安尼观众多的工课嘛，互我伫漫画制作顶悬累积丰富的经验。这个经验嘛，深深影响着我未来制作一个 animation 专案。Fugitive 残酷的制作过程，最后并无互咱失望。伫这一年来，这个作品得到真侪国际大奖。我嘛成功伫2024年来甲萨拉耶夫甲比利人见面，而且计划真侪未来的合作甲创作。几乎拢连伫这个机器人中间，我就是想要打造一个这尔超紧张的气氛。伫这我一定爱解释一下，亲像买手这一秒，你要注意，阮当要离开房间，会表示咱应该爱更加专心。譬如讲，另外一个 set up focus， 以及有啥物更较好的方式展现正确的外部结构。2002年10月左右，我忽然发起来制作 Robot Express。这部漫画制作过程非常的短，我用无到1个月时间就完成规个漫画甲音乐的制作。
毕业嘛负责了音乐加效果音的工程。即马回头看 ，Rap is Play 有真侪当加强的所在，但我认为这一大程度是因为当时我无 motion capture， 所以足侪动作看起来较解求。不过这出漫画的制作速度非常的紧，我伫过程当中嘛画了足侪套话，而且开始自头到尾变伫角色甲漫画制作。我搁打造了台中的台湾大道的地下道，因为我非常介意地下道的结构的感觉，所以我摕 GH4 camera 到现场取景，而且用相片的素材转做 model 的材质甲建模，这就是规个地下道的 model。这个 model 甲作品，即马拢会当 TDAL 的网站顶管登录来看。讲到机械类型的角色，我甲比玲有一个当咧进行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开始是一张插图，而且阮开始咧制作漫画。阮已经克服了真侪动作方面的技术难题，而且甲 TDAL 进行 motion capture 的合作。按说明年会完成这出漫画的 MV。若是有朋友对这项目有兴趣嘛，想要赞助，欢迎写批来注文。阮会将你的名字写伫 animation 内底，抓来伫2002年，我开始接触 immersive art， 而且嘛甲新传系漫画工作室做伙 render 5D 纯度 NVR 电影镜以及 animation 的优化。佮即马当咧进行的心灵引动机漫画制作甲 3D 建模，抓来到2024年。阮头一届甲台湾东大文化实验场 C-Lab 合作，伫档进行展演。档是一个巨型的半球形的展演空间，伫空中艺术园区。当你去其中，你就亲像伫探索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阮想要互 Module 这个半球体的空间真正活起来，阮制作真侪 UI 设计，想要互 Module 会思考 Visualize， 互观众亲像 Module 当中的 CPU 活体的脑细胞进行真正意义顶悬的找找甲观察。同一时阵，阮制作大量的 simulation 试验，包括了风电快跑甲雄风飞弹的发射系统。这个 models 嘛会伫 TDAL 的 models library 出现。这几年的创作的旅行，一开始的插图甲行入去漫画产业，到即马会当甲国际艺术家合作，而且挑战 immersion experience。这一切毋但是过去创作经验的累积。更加是我对未来无限的想象。感谢每一个陪伴阮、支持阮的朋友，互搁较侪创意的 SPA 伫艺术这条路顶悬闪闪烁烁。马修中。